買賣珠寶睇真啲，註冊制度你要知。我想要呢條138000嘅紅寶石頸鏈，可唔可以碌卡啊？我哋係 A 類註冊人，梗係冇問題啦。A 類？乜店鋪都有分 A、B 類嘅咩？你好，我係香港海關嘅關 Sir， 等我講下點解佢係 A 類啦。喺修訂後嘅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入面，新嘅貴金屬及寶石交易商註冊制度已經喺2023年4月1日起生效。呢個制度之下，任何人想喺香港經營貴金屬及寶石業務，諗住喺業務過程中做總額為12萬或以上港元非現金交易嘅交易商，就需註冊為 A 類註冊人。所以你俾信用卡係冇問題㗎。有 A 咁咪即係有 B 啦。係啊，個制度分咗 A 類同 B 類註冊。B 類就好似呢個 case 咁。我想要呢隻鑽石戒指，幾錢啊？收唔收 cash？ 多謝你15萬啦，我哋可以收 cash 噶。同時都想問你拎翻張身份證做客戶盡職審查。我嚟買嘢喎，做乜要 check 我身份證啊？因為有一個新嘅貴金屬及寶石交易商註冊制度。但係點解我係顧客要俾身份證喎？或者我嚟幫手解釋下。你係？你好，我係香港海關嘅關 Sir。新嘅貴金屬及寶石交易商註冊制度下，呢間店鋪已經註冊咗做 B 類註冊人。喺售賣呢隻鑽石戒指嘅時候，可以收總額為12萬或以上港元嘅現金，或者總額為12萬或以上嘅非現金㗎。而 B 類註冊人喺進行總額為12萬或以上港元嘅現金交易時，必須遵守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第615章附表2所定嘅要求，例如客戶盡職審查及保存記錄等。為咗執行客戶盡職審查， B 類註冊人需向客戶索取身份證明文件，例如香港身份證、護照或其他旅行證件，以識別及核實客戶身份，並需同時複印身份證明文件以作備存。客戶應作出配合。相關備存記錄須於交易完成後或與有關客戶終止業務關係後保存至少5年㗎。哦，原來係咁。你好啊，我係意大利嘅寶石交易商，想買你呢6條鑽石鏈嘅。哦，好啊，多謝你啊，一共38萬港幣。請問你想點樣俾錢啊？我俾現金㗎，唔該。咁麻煩你俾本護照我，等我做客戶盡職審查啊。先生，你自己都記得要交現金交易報告俾海關喎。交咩報告？因為你係非香港貴金屬及寶石交易商啊嘛，要交現金交易報告㗎喎。兩位你好啊，我係香港海關嘅關 Sir， 等我講解下啦。喺新嘅貴金屬及寶石交易商監管制度下，非香港貴金屬及寶石交易商只符合以下說明嘅人，即係並非通常居於香港嘅個人，或喺香港以外地方成立嘅法人，亦不屬公司條例所界定嘅註冊非香港公司，喺香港冇營業地點，以及喺香港經營貴金屬及寶石業務嘅總日數喺任何公歷年中不超過60日。咁作為非香港貴金屬及寶石交易商，咩情況下要交呢個報告㗎？問得好，非香港貴金屬及寶石交易商須就任何總額為12萬或以上港元嘅現金交易，不論係支付抑或收取款項，都要向海關提交有關現金交易報告㗎。我應該點樣遞交報告呢？可以喺海關網頁下載現金交易報告，並將填妥嘅現金交易報告以傳真方式交俾香港海關，又或者經網上提交。報告必須喺完成交易後1日內遞交㗎。如果你交易完就馬上離港，咁就要喺離港前完成提交添，以較早者為準。
哦，原來係咁，唔該晒。詳情可以瀏覽香港海關嘅網頁